带不到。必经之路。你知道吗？必经之路只两分。你要给月月带东西回来哈。好。那虫子哭太久了，对个字不好啊。必经之路啊，只两个干了，作息很好调，那念叨文就不得心头的动。不会月月是不是？好，你都眯着眼睛嘛哈。哦，眯着眼睛，我会带手的，不准拉我进来哈，好不好？我会带手的。好。哎，不要，月月不要我拍，好，那月月长大呀哈。好，月月，我带你去手的。